贵岛本等向会本人会下第4号稿，改善问题转型，发展特色，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，特别竞争力。将苗栗太湖的新开国小，在学校顺势保留下来过后，结合的生农教育、自然茶课程、音乐美学，特别外国化也都教学，打创多样的学习环境。那位东兴国小同南湖国小，同样推出结合菜地产业。培训土壤园，还有同生活过有关性嘅有用植物课程也多。而学生嘅唔但抢学嘅多课本多嘅知识，还是得培养出还有多嘅数艺同专长。也得学校用嚟行出自家嘅路，用嚟培养新人呢，还有有竞争力呢。向下嚟看。第05潭水库顺科嘅新开国小，係一個有豐富生態嘅小學校。讓而學生嘅當地嘅做學校嘅特色課程、自然茶課，運用嘅保育茶嘅練習師，三代韓國許多諾貝練習。今天等一下練習，沒關係，練習上獨木橋嘛，然後要過那個障礙，很恐怖哦，一個一個來，退後。學生嘅啟動自然茶會經過高點3類關卡，容易隨時經過，ไม่容易做唔活放下來。不過就係大部分嘅雷電，也都有多問題，要用嘅處理嘅能力。來，好還好嗎？難的地方就是你要專注，要有平衡感，然後要有一點速度，不然沒有速度的話就很容易會跌倒。然後心情要放鬆，才不會太緊張，就因此這樣就害怕。以往我們的觀念就是說，那個地方好危險，我們不要去。我們是用阻擋的方式，但是我們想要給小孩子的是，我們首先要去認識危險，了解危險。當我們遇到危險的時候，我們才知道說我們該如何去化解那些危險。6年前，學校會面對常常就會比較嘅問題，經過家長同村民嘅控制，限高上網去爭取。教育部下校天出偏嚴提起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草案，將解除本年裁編教嘅危機，還個鼓勵學校用定特色課程來發展。也係學生嘅限做啲陶冶學校獨項上課學習，做啲講食材都冇簡單。因為我們學校呢，雖然學生少，可是我們的孩子呢，他們有更多的學習不一樣的機會哦。譬如說，我們有很多的腳踏車的上課的方式，或者是有一些英語課程、國際教育的課程，還有我們還有閱讀的課程，甚至我們還引進小提琴的課程，還有我們有創意教學，老師會發揮他們的創意來教，讓孩子在學習上可以有更不一樣的學習方式，更豐富他們的學習內容。就是之前從1年級就開始學，然後我覺得這個課程非常的好玩。然後之前遇到廢校的話，我就是比較難過，因為就是假如說廢校的話，就沒辦法再上這一堂課。然後就是把學校留下來，我就覺得自行車課就更加的好玩。1、2、3，來 ，Good job， 進步很多了，子勳再多一點哦。校對。學校做地保留下來，也對學生嘅都同歡喜，也對嘅學習每家更加豐富。學校必定會增加學生嘅對音樂同文化嘅素養，未想辦法親自演來。像我們偏鄉小孩，他文化刺激度不足之外，然後在經濟上啊，或是父母的認知上，或是在文化刺激度上面是不足的。對，那我們就可以從這一塊，然後去教導他們。讓他們有一個可能學習的興趣啊，或者樂趣，讓他們看見小提琴，然後可以發展出他們的特色。認識到他弓法怎麼拿，還有按法怎麼拿，然後讓我長大以後也想當音樂老師。我喜歡上小提琴課，因為可以訓練手指的敏捷度。還有可以配上音樂的速度。你在算數學的時候，在這個地方
在學校同山網用創意同多元嘅課程來激發新年嚟嘅學習力，就算係數學課，先生未利用做實驗盤仔來幫學生嘅認識用字同運算。這裡是1公分，對不對？這個厚度是不是也1公分？是參加非教空間嘅夜調家長，未看到咧學校含有新年嚟嘅改變同實作。頭擺也在學校呢，就正經就像呢一般的學校啊呢，就上課啊，坐喺大邊啊，大家來讀書啊呢呢，啊也學校經過人家就輔導啊個轉變來，也在學校慢慢呢就有像啊呢種菜啦，吼，啊個呢小提琴啊呢搞嘅音樂啦，嗰個呢也一度發展出來，慢慢呢特色，我就有了，那個慢慢的大家就看得到啊呢。因为刚好学校的资源它也很丰富，它也不会因为说城乡的距离，然后造成说，我们这边什么都没有学到。对，我觉得这边在这个学校是没有这个问题啦。學生的時候呢，老師他講，應該佔的優勢較多，做嘛？伊個老師長帶記者嘅，啊，故說學生的做得享受到老師的認真，老師的用心，唔講。當江嘅嘢講嘅花呀都，食的嘢水果呀都，樣嘅都按樣開發，含苞的時候怎麼綻放那些，都迄個聲音我看吼，按樣經過過程，一首啦，就只有在山上才享受得到。因為啲苗栗太湖鄉馬拉邦山空嘅動險國小，雖然爭20人嘅學生嘅未教育動山網，高中就用在提升入草莓發展出提升課程。全校嘅學生嘅同先生都出通，對摘草莓都做過種，而也啲學生嘅更做更好。教學方式也冇同樣啊。也了以前就講都會改變啦，學生嘅就較活潑又較有講有笑啦，較冇人死板。用人家吃婆會去做果醬，從一開始人家拿去做運動會去送人，慢慢咧慢慢轉型到公益，人家去惠民盲校，過人家去個老人院，人家用人家的果醬做公益，本身人灌輸一個觀念講，人家的樹愛托。但是，可以把在地嘅來連接，把人家讀書讀個行較好，新年呢行較有競爭力。為了為新年全方位嘅發展，也到新年未做細細圖單元，學生對面對太麻疹的人，練風土同表達能力。我們做的話，老師他不太會指導我們，就是我們要一起討論出來。那我們討論的話，它有先後順序，然後再將它畫出來。現在自從校長教我們要開始拿麥克風，就不太會怕要面對人群。像說我們會用自己的方法去介紹怎麼製作等等的，那這樣我們說起來會比較順口，也不會怕會忘記。可以開始了嗎？好，開始。行下貼片嘅係動險國小發展出一套實踐解答問題嘅課程，用教遊戲過關嘅方式，同平常時學嘅課程結合起來，為日哋學生嘅本組討論，經過目標用嘅關卡，尋到答案，尋到寶。這1+1，2個最小的。像我們在途中也遇到了有些困難，像是我們這個關過不了，或者是我們大家的意見或想法不同的時候，可能會有一些爭執。那我們這組就是以把大家的建議結合起來，變成一個總結之後，我們再去試對不對。佢哋會做討論其實慢慢都凝聚共識，啊，這都係團隊一種同創業嘅。聽一點，佢哋會嘗試去解決安啲謎題，所以事實上啊，哋個題目會結合可能要結合英語。好，要結合語文，要結合數學，結合藝術與人文，結合安尼歷程裡邊，它又本身又衍生一個原來學生們可以按神奇。它這個舊調蜜呢，它是在比較接近水深的地方，也就是比較潮濕一點的地方，你太乾燥它長不起來，但是它是非常好的一個藥用，拿來做什麼呢？清肝、
利尿、解毒、清凉、退火等等的。共用伫太湖乡嘅南湖國小，伫學校度後由優秀嘅專家來同一道新人嘅授課。因為人家周遭嘅生活環境，全部做嘅一條生活，大家都在使用嘅度，故所來做一大部分來綜合教育度方。啊，新人安尼做得當了解嘛，對其未來做更多事情做得較有經濟。主題愛新人嘅來了解生活附近嘅各種優秀嘅生長環境同有乜嘅功效，未做地打幫安尼，教學生嘅愛用嚟到野外來求生。不管係做藥用嘅吼，一可以拿嚟食咧吼，都第一個也係食嚟無毒嘅，係了解佢。聽下食落去，有補充水分咧，有加功能咧，所以唔水係無帶啦，切埋個東西嚟吃。應該雖然係從細做喺老記學習一方面前重要，本期講將來睇嘢去，其自家身份能力有，做喺度變到野外去，有能力講，係想辦法尋到親安全嘅東西來救我自家。有野草做得做野板啊，然後還有用鏈條嘅做得包。嘅豬腳，還有雞湯，還有狗薑嘅也被做得包裝嘅，做得認識到較多嘅植物啦，了解植物嘅特性，還有佢嘅作用啊。呼叫的板沉下，半腿沉下，對，沉下。學校尾結合採鐵嘅後生兒，佢嘅防颱風同規劃同迷迭香一條香草植物結合防颱考察，好本一條學生嘅實際去做，未了解植物有按到乜嘅變化。像俺今日做嘅係迷迭香老規劃，因為大部分客家人不卡就會種規劃，因為嗰東向配造嘅規劃咩？當好利用，所以想講用呢兩種嘅植物來做病嘅，教新人嚟講，做得做其他嘅變化，咩做得教新人嚟講也就係作用係做乜嘅嘢。我發現這些藥草不僅用於藥物裡面，也可以用在於一些零食，例如餅乾啊。這些的，就是不一樣的地方在於，它是讓你自己親身去體驗，然後實際操作，所以我覺得很有趣。神奇嘅過程，學生嘅每次家記錄下來，教業無論哪個法通，都會將陰陽沙嘅沙葉來填起，先進還有作品得獎。有學到對焦。還有老師有時候會帶我們去戶外拍照，然後也會在這邊拍那個自然的中藥，調 ISO 跟光圈速度，還有一些跟攝影有關的知識。我去山上拍山上的風景。也鼓勵我們，也鼓勵到我哋以後帶新人嚟做得做較多安尼法通，唔係種好。學校嘅植物去做藥材等等，甚至於做用攝影去把所有去來記錄下來，讓學校嘅法通較精彩，讓新人嘅學習嘅較多。好，專心，還有來，對，很好，救回來了哈。好，來加速，屁股站起來，對，下一個。認真小自發，初實有意到四個學校。學校未開始改變現在教學生嘅方式，加定開發新嘅課程，帶出學生嘅韓網發展出來嘅能力，韓國培養佢。安尼卡綜合嘅學校，唔但將有採鐵嘅特色，也到新人嘅啲專業過後，就會有韓卡多隨成嘅能力。